湾3才传，不可能师傅没有关在里面。你知道，当我们讲说我有天命，我是上天指派的师尊师母，一代的祖师会被抓进关，你看所有的道亲会起什么反应？这道是假的啦，这不是真道，哪有仙魔被抓进关的？师母老大人在这个300日苦口婆心，师母老大人是有国脚，师母老大人是不认识字的哦，他有国脚，到各地道场去安定人心，安定人心，把所有的道亲的疑问把它解除掉。我们知道真道是真考，不是只有修道人有考，普通人也有考。但是我们真正的修道人，为什么真道要真考？来考验我们这一颗心，来考验我们是不是能够因为由烦恼而转为菩提，能考出了智慧的心出来，你才能够真正成道。不然我们到明天的时候，菩萨位、莲花位，你坐得稳吗？我们有资格坐吗？碰到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个慈悲，回去就睡不着了。或许之前，或许会看我的点燃师的行为，或许会看，或许前人的行为，或许会在方面讲说你哪个地方哪个不好，或许会这样看，或许会看，或许这么说点燃师你哪个地方不圆满，前人有些地方不圆满，或许看在心里，因为我们前人今年99岁了，他20岁来台湾，他也没有社会经验。他只有对照的真诚的心，我们怎么可以用社会人士、我们受过教育的人来批判他呢？来审问他呢？我们的心的诚又比得上他吗？比不上。我们用显微镜看我点燃师，看我前人，后学的兄弟姐妹，后学的老婆，后学的子女，后学的道场的同修，也是用显微镜来看后学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讲说，今天我们因为要信为功德母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种瓜得瓜，大地没有欺骗为，说我敢在大地种东西啊。我们今天传道，我们相信我们道场，我们相信我们老前人，我们相信我们点燃师，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受后学尊敬，受后学肯定，后学更大些，后学没有看到师尊跟师母。或许没有看到进攻属实，但是我们反过来，我们是不是不要改？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另一半有没有跟你修？我们兄弟姐妹有没有跟你修？我们的亲戚有没有跟我们修？我们的后学有没有肯定我们？自己问问自己，真诚的问问自己，你的真诚心有多少？你的行为举止是不是真的代表是白羊修士的真正的修道？师尊在1947年的时候归空哦，我们师母老大人恳求老母慈悲，他愿意将他的寿命来给师尊老大人。那或许从前辈的人口中得知，师尊老大人在36年归空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已经沦陷。如果师尊老大人没有那段时间归空的时候，我们的师母会跟着信道，我们很多的道场、很多的老前人不会离开师尊，会跟着信道，道就这样永远沉沦下来。当师尊归空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很天命大考。我们刘师母讲说，师尊是一代的祖师嘛。当初师尊是对外开创，我们师母老大人后来因为他也真师学范，后来他的道亲人都回来。文化组就是属于我们师母老大人自己的主线，他后来都是很多的坤道在帮忙我们师母老大人，很多都是亲修的。所以师尊在开拓，我们师母老大人在后面在护盘。
所以道路就是一个往前冲，后面再不喊，所以道路才短短的17年。你知道我们师尊师母在这么战乱的地方，我们道长讲说，师尊说哪里最危险，哪里战乱最危险，就是我们也可以办到的地方。师尊师母从来不会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什么威胁，一心一意只为共生。所以在短短的17年当中，总共度了3000多万人。这个数字怎么来？后来一贯道总会回到中国去的时候，在交流的时候，共产党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坦白从宽，抗击从严。你如果求不到的话，出来报。”人数超过3000万，短短17年。我们看，我们从师母老大人到从民国37年到台湾来之后，我们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？5、60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没有师尊老大人当初的时候17年办得这么红，为什么这么红？你知道吗？天人共，上天结合人一起在办。或许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。他到天津的时候，要渡那个道德堂，就是孙喜温道长的道场，因为他是那时候是道德协会，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社会人士，他是八卦掌门人，八卦场的掌门人。当初他先渡的时候，有渡了谢宏道长，他们就先渡了，我们道长那时候就已经都求到了。后来跟他讲说要剃度的，结果去的时候，师尊老大人要去渡孙道长的时候。它里面有个杨冠祖老前人，他是个窍手，他可以跟仙火通，窍手跟仙火通。师尊大人去的时候没有渡成，因为怎么样？那个杨冠祖老前人人言善道，而且他是什么？他可以跟仙人沟通。师尊老大不会行。第二次带了3彩，我们关圣帝君。灵坛显威时尚金身出来，让杨冠主的人，还有包括孙群冠，整个都看到，整个全部都跪下来，一起全部都求到，包括我们的新义三圣张武成。